Audi Q7 2026全新款式喺豪華 SUV 市場上面繼續保持住強勁嘅競爭力。外觀設計上，2026年版延續咗 Audi 一貫嘅大氣同時尚感，前格柵更加闊大，燈組設計線條犀利，加上車身流線造型，無論日間或者夜晚，都散發出高級氣場。車尾部亦有細節改進，燈條貫穿式設計配合動感保險桿，令整體更具科技味。內籠方面，Audi Q7 2026繼續保持高端用料，大面積真皮包覆同埋鋁合金飾條，配合12.3寸全數碼儀表同中控大屏，科技感非常濃厚。座椅寬大厚實，7座佈局令家庭出行更加方便。第二排空間寬敞，第三排比之前改進咗，長途座都唔會覺得太逼。至於引擎方面，2026款 Audi Q7 提供 2.0T 同 3.0T 渦輪增壓引擎選擇，最大馬力分別大約為265匹同340匹，再加上400V 輕混系統，動力輸出平順，起步加速有力，高速行駛依然保持穩定同寧靜。油耗表現方面， 2.0T 平均大概每公升行12公里左右，而 3.0T 版本就大約每公升10公里，對於呢個級別嘅大型 SUV 嚟講算係合理。行車感受方面，Audi Q7 2026懸掛調校非常到位，無論係市區路段定係高速公路，都能夠提供穩定舒適嘅體驗。配備 Quattro 四驅系統之後，爛路同彎路嘅操控都相當出色。至於售價方面，Audi Q7 2026預計喺香港市場嘅起售價大概港幣75萬至85萬之間，視乎配備同埋引擎型號而有所不同。綜合嚟睇，Audi Q7 2026兼顧咗豪華感、實用性同駕駛樂趣，係一款非常適合家庭使用，同時又追求高端享受嘅豪華 SUV。Audi Q7 2026除咗外觀同動力之外，仲有好多細節升級值得留意。車內嘅科技配置好全面，中控大屏幕支援最新嘅 MMI 系統，操作流暢，支援 Apple CarPlay 同 Android Auto 無線連接，再加埋語音控制，駕駛時幾乎唔需要分心去操作。高配版本仲有 Bang & Olufsen 高級音響系統，音質震撼，無論聽音樂定係睇戲，都好似置身影院。安全方面，Audi Q7 2026配備咗全方位嘅主被動安全系統，包括自適應巡航、車道保持、盲點監測同自動緊急制動，基本上將最新嘅駕駛輔助科技都整合晒落去。對於一家大細出行安全感更足。舒適性方面，新車提供可調式氣壓懸掛，可以根據路況自動調整車身高度，市區行車會覺得特別柔和，而高速巡航時就更加穩定。座椅設有多項電動調節同通風加熱功能，就算長途駕駛都唔覺攰。至於隔音效果，Audi 一向做得好。Q7 2026行車入面好安靜，高速下風噪同胎噪都壓制得幾理想。Audi Q7 2026喺實用性方面亦都有唔少改進。尾箱空間非常寬敞，即使喺7座模式之下，依然可以放到日常行李。如果摺疊第三排座椅，就可以獲得更加平整同大容量嘅行李空間。非常方便一家人長途旅行或者日常購物使用。電動尾門配備感應功能，只需要輕輕掃腳就可以自動打開，對於手上攞住嘢嘅時候特別實用。除此之外，Audi Q7 2026仲引入咗更加智能化嘅駕駛數據顯示系統，可以即時監測油耗、駕駛模式同道路狀態，幫助司機更容易掌握車況。油箱容量設計合理，配合渦輪引擎嘅省油表現，令佢日常通勤或者長途駕駛都冇壓力。至於維護成本方面，Audi Q7 屬於豪華品牌，保養費用會比普通 SUV 稍高，
但用料同技術水準高，長遠嚟講耐用度同可靠性依然值得信賴。總結嚟講，Audi Q7 2026係一部結合豪華、科技同實用性嘅高端 SUV。外觀設計大氣現代，外籠高質感，7座佈局滿足咗家庭所需。動力系統有 2.0T 同 3.0T 選擇，配合 400V 輕混技術嘅保證咗性能又兼顧咗燃油效率，加上 Quattro 4驅系統，無論市區代步、高速巡航或者郊區崎嶇路段，都有穩定嘅表現。舒適性方面，氣壓懸掛、通風加熱座椅同靜音表現，令乘客感覺非常享受。安全性上，先進嘅駕駛輔助系統提供全面保障。售價方面雖然相對偏高，但喺同級豪華 SUV 當中仍然具備一定競爭力。如果你追求空間、豪華感同品牌價值，Audi Q7 2026會係一個非常值得考慮嘅選擇。